今仔日上课上台语的课，我拢白记了，讲搁爱缴钱啊，一个月一个月缴。即马是9月份，嘛无要紧就是反正老师会甲我提醒。上课台语老师讲我有进步，有可能是讲，伊教的部分是对我来讲是，以前较无问题的所在，因为伊囡仔无学习进前的嘛，就可能爱靠我家己去读看觅，看我的发音有问题，因为老师有问讲，你有倒位有问题？我就无真正讲一个一个读互伊看，读互伊听。进前有做一个表，但是就是讲无去真正做认真去读，因为想讲你读嘛，毋知影有正确无正确。若无人带我斗阵练，我就会较无趣味，就会去无因别种物件。我今仔其实嘛一直伫找讲，找绘本，讲还爱找啥物绘本。其实，若讲开始讲要开始讲绘本，有排时间以后变成讲故事，用台语讲故事的一完以后呢，我就嘛开始会有一个压力，就是会想讲，我搁伫准备，这个月一个月排一届嘛我当伫准备的时阵，我搁烦恼讲，我嘛爱传10月份的就是讲，这就是人的毛病，就是即摆的代志还袂补煞，搁开始想讲未来就是我就是这种个性。毋过嘛真好嘛有找着，就是讲进前有想讲，我去买华语的绘本，但是想的迄本伤粗，而且我搁要翻译，但是我翻译袂水开，嘛无讲会当学诚济，因为我即马是拄仔伫学习台语嘛无到讲搁会当甲华语去翻成台语的即种程度，所以讲，尾仔我就偷偷去找，真正有互我找着一寡用台语讲故事，我就家录起来。我想讲，其实就算是共款嘛，不要紧啊。为何咧？因为我想讲应该无人讲真正拢听过这世间所有用台语用台语读绘本的即种影片啊，无就是影片影片无就是 podcast。就算讲伊总拢拢有听过，伊就是较专门的，应该袂甲我吐槽啦，因为大部分的人嘛是经过听的安尼，嘛无遐专业讲所有的绘本伊拢听过用台语讲的，伊拢知影讲我是抄啥物人的，而且其实嘛是去用台语念，我念甲别人共款，应该是袂应该是无要紧啦。我互家己就一开始家己想到伤厚啊，我即马就加载讲尾仔我有找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找用台语读绘本的的录音 podcast 影片无济啦，真正的。毋过我就毋免讲去买迄一本册到时我会当去图书馆借无有诶其实
伊影片啊，别种影片，若伊是华文的啊，还是用翻的翻译的，伊会有一寡影片，嘛会使翕相翕翕。因为伫 Clubhouse 真正无法度讲每一张图拢看甲做面做清楚的，其实本来就无法度安尼，就是看一个意思尔。所以讲，我嘛毋免去想讲，我爱买新的册啊，安怎安怎。这届拄仔好买几本册，反正就是送互伊早的同学，伊嘛用会着，嘛是讲赞助一个台语的台语的绘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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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讲，毋过就袂当讲一直开钱，搁讲做一寡较无效的代志。我搁想讲，爱找人去翻译无？毋过迄拢爱钱啊，实在毋免安尼，因为我即摆是伫学习的阶段，免去开遐济钱，而且我嘛主要钱拢是囥伫学费顶头。我都找着一寡讲会当去学啊，会当去上社区大学的课，虽然讲诚遥远伫议会迄边嘛是爱等翁转来看这时间会伤晏无，还是安怎？当然是线顶去学上方便，阁会当调时间，这当然是上方便，但是嘛价数嘛无低，只是讲会当针对我的问题我有时阵发音有一寡毛病，但是我家己毋知这就是去调整嘛，这嘛是必要的即马拄仔好去做网页的课啊，即马就拄仔好拢暂过一段落就毋免讲逐工拢诚济课安尼上，结果我甲网络网站有关系迄种课啊，程序的课作业拢无写，无就写就诚痛苦。讲这写介久的即马就会使较专心去学台语的物件。即马有知影一寡方式，嘛知影讲家己的毛病伫倒位。我即马就是爱去练讲台语拼音我就先找一寡词就家己用台语的输入法紧家己拍字安尼。一开始会讲无法度拍出来，就是用头壳去记起来。但是嘛不要紧啦，一开始拢会安尼，就是这明明都明明拄则较拍过即个拼音，怎会一个仔都袂记？我想讲这嘛不要紧啦，这就是一开始在拍基础的时阵就是会有即种问题而且讲真正讲咱即马讲话拢迄个形啊拢定，所以讲无像囡仔人囡仔人去学物件学甲较紧咱就足侪惯势已经变成一种惯势啊，较歹调整。这就亲像讲咱一寡思考的方式，拢是用悲观、用紧张、用竞争、用无安全感无安全感的方式来思考，无就是怀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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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心怀疑心较重，怀疑心较重的一寡方式去做惯势
就亲像老岁仔人较有岁的人，济岁人伊会较固执共款。一寡想法惯势啊，做恶改的。所以讲即摆我学物件嘛是安尼。就是讲爱调整我的发音啊，实在是无简单。就豆豆仔来，我嘛会使听一寡人若以早若听人讲绘本啊，讲故事，我是无啥物兴趣，用台语讲无啥物兴趣。毋过即摆就是讲，我嘛开始咧安排爱讲故事。既然是安尼，我就就有兴趣啊，因为我会听别人安怎讲，记起来。会变成讲去学讲绘本，对我来讲是诚大的一个成长，会使互我讲去学台语的时阵，学台语的时阵啊，无亲像你甲别人开讲的时阵，你着用讲的尔嘛，嘛无啥物讲一定爱学台语拼音。若讲并且有人用台语文啊去写的话，着甲伊跳过人过啊，着看无反正嘛会当约讲这是啥物意思。但是因为我要去台顶去讲故事，这着互我会紧张，而且嘛有老师秀吉老师秀吉老师就是伊嘛会问，嘛甲我关心，嘛甲我教牵教。我着变讲对，我家己爱进步，袂当像以前安尼就是讲无准反正着面皮过交。讲无准嘛袂要紧，其实嘛诚侪人是安尼啦。有一寡人就是讲，就是一直讲诚久的台语，拢台语拢讲无好势。伊有可能是有天分，但是伊着无重这。这着亲像讲我学英语共款，学英语共款。这着亲像我学英语共款就是学遐久，嘛无看讲有进步，因为无迄个心无迄个心伫内底，无迄个心伫内底所以讲，我会使讲，我若有即个心，即种心的话，我着毋免烦恼讲一开始我的天分无够学人就是无比别人搁较够所以讲我想讲，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因为即摆的人是我需要讲会使有一寡台语发音的物件，像讲故事啊、绘本但是讲绘本当然讲，这是有版权的问题啦，就袂当讲你看一本册就用台语来讲出来，这其实加减减加减减有一寡问题只是讲我嘛会使讲，我着家己去编故事嘛会当啊，虽然无迄个画面敢若故事，敢若像广告共款，这嘛是一种练习但是这着是爱我的台语较好势一寡，无别人听，就亲像讲听我讲日记啊，讲这人搁伫咧练这音要安怎练来搁互人听，人会听啊耳孔诚艰苦安尼。这其实拢过程啦，就是一开始的时阵，当然就是无遐好势，搁伫求进步。但是我若有即个心讲我有心做，
一步一步愈来愈好。虽然有人就是阁有心，阁有心，阁有这条件，有这天分。即摆迄人去台，当然是去做台语老师、台语老师、台语老师、台语老师做台语老师、台语老师去做台语老师、台语老师嘿。我嘛不要紧啦，其实都莫有即种比较的心理。想诶，有人都看伊真厚，阁退休，啥物拢有啊，阁台语阁讲啊真好。阮若去练习，练甲真好嘛，无可能像伊安尼，伊就是讲啊真好势。但是嘛，心内嘛是会想讲。伊不如人，不如别人，这嘛真奇怪。就是讲，咱著做欣赏的对象，其实嘛想讲伊无够厚，这就是一种心理的问题。就是，若讲会已经会晓讲台语的人伊著袂讲会晓讲台语，著真满意伊可能著讲伊搁爱。安怎？这就是即摆人著是安尼，所以我爱做的就是看互开有人会想讲，你讲台语创啥？真侪人安尼想呢，讲你安怎讲啊？迄老一辈，迄台语足正，阁有足侪台语语词语词你安尼安怎学嘛？可能无伊的一半，有人会安尼想啊，讲咱规气著莫学啊，著讲华语著好啊。毋过我著毋是即种想法，我想法著是讲不要紧啊，我想要学啊，我嘛有即个能力嘛。你若讲叫我去学一寡，我听拢听无诶，无学英文可能学诶著困去啊，学诶著真痛苦，因为我可能听著较听无落来啦。所以你叫我去学这，我听甲足食力物件，就是像第一听类所以阮即摆就是有即个机会嘛，有即个心拄仔好嘛，有一寡资源，就是嘛有老师愿意教，而且讲会当用线顶一个人对一个人进前以为讲敢若几个老师会当选，即摆经过介绍，其实只要你毋是找免钱的你是爱付钱的，人的时间拢留互你啊，嘿啦，都趁钱的物件，当然大家都白相体啊，但是若讲今仔若是讲，其实就是缘分，就是讲，既然即摆著开始啊，著毋免去想济，想讲我咧做有啥物意义啊？我著做袂到上好的第一名。即种著是咱过去是思考的惯是无好，著想讲。做啥物代志拢爱争第一名，争上好、上有意义的。其实毋免啦，就是讲你若做甲欢喜甘愿，欢喜甘欢喜甘愿，欢喜甘愿。欢喜甘愿，你若做甲欢喜甘愿，欢喜甘愿，嘛袂影响别人其实安尼就上好势啊。嘛毋免去想足济，毋免去烦恼伤济，迄是烦恼心伤济啊。搁想，哪有需要讲着。真正你若爱讲去讲嘛，真济当讲啊！
遐济人的理由阁无够济嘛，所以讲即着毋免去听，吼。以后嘛毋免讲去找一寡借口互家己，吼，讲我就是安尼，我著无即个条件，我做搁较好，别人嘛无嘛讲无袂去看，也无是讲年岁，我这年岁搁伫拼，较去努力，吼，无就是讲我自细汉著无好好讲台语，吼。即摆呢开始讲，其实嘛讲啊无好势，讲有一个腔安怎，拢莫安尼想。我想讲，有腔就有腔啊，这哪有要紧啊？就是有腔就有腔啊，这都毋免甲伊想甲足严重，足严重嘿，毋免去想安尼吼。看会当家己会当做一寡代志吼，看讲用台语。台语来讲故事嘛会当啊，吼，家己编的故事、小故事、赛事的小故事，其实拢会当呢，吼，拢毋免版权啦。你讲爱找一个人来画图嘛，毋免啦，因为就是用听的嘛，若内底内容诚好若有人。有这个机缘有人讲要甲你画图，安尼嘛诚好啊！吼，这就是会当做偌济，就算偌济，毋免去比较，吼，毋免用一寡讲去比啥物人较高啥物人受着重视，因为会安尼想的人，其实就是伫内心就开始对家己无自信。我无一定爱像安尼，我会使知影讲，哎呀，毋免安尼啦，毋免去争迄第一名，争迄上有功劳上好诶。其实毋免啦，就是讲会当学偌济，因为台语诶即个语言，就是讲需要去使用。所以讲对我来讲，就是讲，用台语来用台语讲日记，当然是诚好啊，无啥物版权的问题啊。我家己嘛是家己发生的代志多，讲的就诚顺啊，毋免开诚济时间，一工阁会使一直讲，第二点就是讲，接触这一寡台语的朋友，为台语奉献的朋友，当然我的私心就是讲，有机会大家就会开始讲台语啊，讲台语，因为因就是要推杀讲母语的人，所以白讲。爱等诚久，较开始讲无讲华语啊无讲华语啊语。你讲台湾国的人，因就是毋知创去台，因为因就无信任这中国有法度去掌握一寡平台，所以讲。你嘛毋知因到底都足歹联络，足歹找，足恶找。因为台湾国的人嘛，毋是讲要推杀啥物物件，无因就是讲因一群人，就是过一个无华语的生活，无亲像伫推杀母语的人，伊有需要就是接受，搁接触一寡。会讲华语的人爱甲伊感动啊，甲伊感动着甲伊感动着即寡人，尼我来讲的话，我就是讲会当尽量会当使用台语，因为我知影讲语言即个物件，袂当讲逐工拢用听的，但是。无机会讲，无机会讲啊，无机会使用就是都袂进步。虽然讲无进步诚紧，但是豆我就会掠着这
技巧啊，像我今仔录音后来我有掠着这技巧，我知影要安怎录音，但是讲电脑实在是顿伤侪物件，所以伊就到尾仔就无法度录。其实嘛不要紧啊，其实我用手机我有录音，我就无录影啦，因为录影伤恶录啊。但是至少我有录音，就是我即摆就知影讲，我做代志就是会使讲，若无饱啊，就搁用手机做两层一寡录音，这因为录音起来对我学习对我学习有帮助嘛。就是我即摆就是会有一寡技巧，豆豆会掠着迄种感觉，迄种感觉。讲台语拼音嘛是就是就是互家己豆豆较熟的安尼。就亲像赛书共款啦，赛书即种思想一开始对我来讲嘛真困难。你知影迄个意思，但是你无法度去做，因为我的思想就是真侪讲，我为虾米失败，为虾米无成功，为虾米大家无甲我重视。当然这拢是昨这寡物件，就是为着囡仔，你会使做养分，你会使知影讲真侪代志，我要安怎去选择。别人若讲搁有啥物伫弯啊，伫遐踏啊，我嘛知影讲，这甲我昨的我家己是共款的心态啊，这无啥。每一人拢有每一人的学习阶段，你讲对人生的学习嘛是共款啊。我就会使看开，袂讲足惊的，安尼我即马第一想，可能爱传暗顿啊，就先莫讲啊。